我知道，因為我都知道你有唔同嘅身份嘅。之前都有參加過香港同志遊行，仲成為佢哋嘅彩虹大使添喎。係啊，我好似早做1-2年嘅事啦，如果冇記錯嘅話。OK，咁啊要考你啦嚇。嚟咯！一定，我覺得每一份詩稿一定有一個嗱，我要考下你啦嚇。你放馬過嚟啦，咁我答翻你。Non-binary 點解？Non-binary 即係非二元性別啊嘛。係。非二元性別咧，即係一個人喺佢嘅性別嘅表達或者佢嘅感受上面，佢唔係屬於一個傳統男女二元分法嘅一啲人士。犀利，真係咪？係難你唔到。係咪啊都？係啊，直情啱添啦嚇。而嚟緊呢，我哋呢一個嘅環節，我會話係 Pink Dot 11年裏面第一次出現嘅。我哋會有一個由 Pink Dot HK 同埋 Time Magazine 共同籌辦嘅時裝表演。即係有人行 catwalk 啊！即係我哋兩個一世都應該做唔到，除咗我哋可以試下童裝嗰方面，或者孕婦裝，都得。我硬闖啤啤界嗰陣時，我再試下着 mascot 啦。咁可以。今次咧，佢哋呢個嘅時裝表演咧就叫做 Genderama， 將會由13位企喺唔同性別光譜嘅模特兒為我哋喺舞台上展現唔同嘅美態。亦都同大家介紹下啦。Time Magazine 咧係由資深嘅形象設計師 Carrie Kwok 去主理嘅，佢用唔同嘅藝術作品去回應非二元性別嘅議題，希望可以透過網上面嘅一啲藝術啦、時裝照片啦，亦都期望住用呢一樣嘢去俾一個空間我哋嘅社群，讓他們都可以好好咁樣表達自己，聯繫彼此嘅。而 Carrie 仲係我哋今次 Fashion Show 嘅總監添。一陣間佢都會登場，我哋先俾啲掌聲 Carrie Kwok，多謝你 ，Thank you。而喺呢個時候，你哋嘅掌聲同埋歡呼聲準備好未？因為我哋要嚟啦，有請 Genderama。
喺呢個時刻，我哋再次用熱烈嘅掌聲，逐一介紹我哋咁多位嘅 model， 包括有 Leslie、Priyanka、Kim、Tammy、Justin、Harry、Pink、Nice、Tiffany、Yin Lam、Javier，以及係 Camille。另外亦都要特別鳴謝 Class 嘅 Liam 幫手揾到咁多靚嘅 model 參與啊！多謝晒。當然唔少得，仲有我哋嘅 Art Direction Carrie Kwok。Thank you so much。阿鄭啊，我知道我哋咁多位 model， 佢哋每一位都非常特別，非常之獨特。其中一位仲係一位盲人嘅朋友嚟嘅，俾多啲熱烈嘅掌聲，佢哋每一位好嘛？多謝晒你哋嘅參與，令到我哋今次 Pink Dot 有一個咁靚嘅 fashion show。最重要嘅係你哋每一個人都代表住唔同嘅界別，亦都代表住你哋用咩身份去參與，一樣都可以咁美麗。多謝你哋 ，Thank you。當然都要多謝晒 Carrie 啦 ，Thank you so much， 多謝晒，好精彩，好精彩。我覺得今次呢一個嘅 fashion show 都真係好似 Carrie 嘅核心話齋，係展現到唔同嘅美。冇錯，因為每一個 model 出嚟嘅時候都有俾佢震懾到，都哇好靚喎咁樣。係啊，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好緊要，同埋我諗嗰樣嘢係講緊嘅係，究竟你哋自己有冇信心？如果你對自己有信心嘅話，每一個由內到外都可以好美麗咯。冇錯，我就係一個靚女，係咪？就係呢一種係咪？我唔係一個靚仔，我只不過係最靚嗰個仔仔。最靚嗰個係你啊！今日係啊，咪最緊要有信心啊嘛，係咪先？冇錯。